創世記第15章第1節，這是耶和華在異象中要發對亞伯蘭說：亞伯蘭，你不要懼怕，我係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賞賜你。第2節，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，我既無知，你凡事我是無呢？並且有傳説我加入的係太馬色人，而且第3節，亞伯蘭要說我。你沒要給我兒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子。第4節，耶和華要對他說：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子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子。第5節，於是讓他走到外邊說：你向前觀看，數算眾生能數得過嗎？要對他說：你的後子要像如此。第6節，亞伯蘭信耶和華，耶和華超以此為他的義。第7節，耶和華要對他說：我係耶和華，曾讓你出了加勒底的屋，沒有將這天使你回入。第8節，亞伯蘭說：主耶和華，我怎能知他必得這天回入？第9節，他說：你為我取一隻3人的母牛。一隻3人的母山羊，一隻3人的公綿羊，一隻斑鳩，一隻雛雞。第10節，亞伯蘭超取了這些來，沒用撇開，分成2班，一班對錯一班的排列，只要nhau，沒有撇開。第11節，要知nhau，下來落在那4處的肉上，亞伯蘭就把他嚇飛了。12節，日頭轉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漸漸地睡了，不然有人將太黑暗落在他身上。13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你要的確知道，你的後裔必記別人的地，要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400年。14節，並且他們所有服侍的那國，我有懲罰，後來他們必帶出許多財物從你那裡出來。第5節，但你要向太少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的那裡，被人埋葬。16節，到了第4代，他們必回到此地，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蔓延。17節，日落天黑，不要有摩押的驢，並燒出的火把，從那裡肉塊中經過。18節，當那日，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：我已施給你的後裔，從埃及河直到伯拿太河河之地。19節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斯人、革摩尼人。20節，赫人、比利士人、利百加人、亞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革迦撒人、亞布斯人之地。